这个中秋连假来看，这个台北的儿童乐园嘛，充满着999过节的气氛。因为台北的天气真好，无到1点钟，这个儿童乐园都有上千的旅客来入园，现场还有举办用手来请意外这个活动，而且这个假收入户今仔日来佚佗有免费的游乐券。啊，那这个鸟空的缆车嘛，特别伫这4天的连假推出着成功票，下晡过5点了后来坐缆车。 单抓一抓只要50块。中秋节天气真好，儿童乐园内底有啊有笑声，阁有酸甲真刺激的叫声。中秋节刚一定过甲遮尔刺激，阁有真古水鸟坐细玲珑马，就真满足的小朋友。开园无到1点钟，就有超过1000人。园区的高峰是大概下午3、4点，那早点来玩，然后可以避开一些等候的时间。中秋节当然要摕油仔才着时，摕哪来景看相景了上准，油仔全部拢会使炸转去。你选的柚子都很有水准呢。 中秋节甲儿童乐园有趣味的蹦动比赛，会使甲油仔炸转去，嘛互假收日后会使免钱来耍。4天连假没有离开台北，出去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怕塞车。坐马坑同款有优待，伫连假期间暗时5点了后会使买青光票，坐一抓只要50块，来回就省140块。翕相传到网络顶，阁有油仔甲月饼会使摕。连假无要去宜兰、花莲、台东或者是中南部，台北同款真有中秋节的气氛。